阿成他就突然间就把他的头塞进那个玻璃门里面，玻璃窗这样塞进去。我这边有麦克风这里，1、2、3，谢谢大家。哦，其实我在那个什么《碧曲女人》，就先觉得说他有他的喜剧的节奏，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再加上谁先爱上他，他那个深情款款的那种表演，其实也蛮动人的。所以这两个加总，我就觉得他可以胜任这个阿成的角色。然后再回到韦宁的话，就是从过去他在《红衣小女孩》或者是《目击者》的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到说，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的眼神的层次。那我觉得在爱情电影里面最重要就是眼神的丢接嘛，所以当他的那个眼神的层次够足够的时候，我觉得在爱情电影里面也会非常非常的管用，对，所以就决定是他们两位来演出。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前半段其实是很可爱、很好笑的，所以常常在那个阿成他就会想尽办法去逗乐浩廷，以及就是他想尽办法要吸引你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常常会不按牌出牌，然后做一些非常非常出乎意料的事情，然后这个都超出剧本以外的设定，所以他每次只要突然间做出一些很白痴的动作或是很白痴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全场包括韦宁本人我们都必须要忍笑，因为如果没有忍住的话，这条就几乎就不能用嘛。对，所以其实片场有太多这种就是他出乎意料的一些表演，都会让大家就是差点就笑歪了，所以他只要一笑，后来幕后花絮还比较丰富。对，都不能用，全场笑场，维宁自己也笑疯，所以幕后花絮的画面都很精彩。对啊，然后韦宁他还常常就是需要一边捏着自己大腿，然后一边硬盯着，不然的话他一定会笑场这样。你可以分享哪一场戏？哦，比如说那个他有一场戏在农会丢号码牌，阿成就是一直丢号码牌，一直丢号码牌，然后浩廷还是不理他，然后这时候他就觉得不行，阿成一定要吸引他注意力，所以阿成他就突然间就把他的头塞进那个玻璃门里面，玻璃窗这样塞进去，然后因为他的头发又很蓬嘛，所以他那个塞进去就会像一个棉花棒，突然间这样炸开来，那一瞬间其实浩廷真的是笑爆，然后我们全场都笑爆。虽然说这个应该很有用对喜剧来说，可是因为整个笑烂了，所以几乎那一卡也是最后没有用。但我们可以在幕后花絮可以看到，对，就是喜剧的部分，前面搞笑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刚刚说的那个号码牌应该是排前3名的，有前3名哦。因为他会一直每一次重来，阿成就要想一个新花招去吸引那个浩廷的注意力。对，所以邱泽他就是他真的很会创造一些很鬼灵精怪的事情，所以他每一颗我们都不会预测他会知道他怎么做，所以当他每次做出来，大家就是笑爆，那就不能用，那这就要再来这样。这次算是有挑战韦宁不笑场女王的地位啦，对，她一直以此自居的，可能想要从鬼后转型变成不笑场女王。